主后2024年6月14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世界末日的危机，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。提摩太后书第3章第1节到第9节。就知世界的末期到的时，会有种种的苦难。迄时，人会自私、贪财、夸口、骄傲、诽谤、恶业父母、忘恩背义、无圣洁、无亲情、残忍、中伤、怀逆、强暴、怨恨好、奸诡、懒散罪、自高自大，爱享乐赢过疼上帝。有敬虔的外貌，却无敬虔的实质。你着闪避即款人，因中间有人侵入人的厝，控制意志暴虐的妇女。这的妇女受罪恶甲逐款的情欲支配，因不时着得恶，却无法度明白真理。亲像早前雅尼甲杨布雷反对摩西，现在这人嘛安尼反对真理，直到心智败坏，信仰无纯真。毋过这人亲像迄两个人袂有啥物影响，因为因的愚妄会伫众人的面前暴露。世界末日的危机，保罗提醒提摩太爱知影，着知世界的末期到的时，会有种种的苦难。什么时阵是末日？阁会有啥物危险苦难呢？对这，现代人受电影也是电视影集的影响，多半认为末日来临的时，会有大地动、超级风台、做大水、扫帚星弄地球、火山爆发等天灾，还是核子战争、瘟疫爆发等灾难。不过，今仔日的科学相关研究已经会当预测气候变化、地层变动和星球运转等，通互人提早应应，是毋是安尼就会当延缓末日的来到，互人远离危险苦难呢？耶稣捌讲，天灾人祸的发生，并无等于历史的终点已经到。对保罗来讲，末日是将来，末日也是现在。因为迄时人会自私、贪财、夸口、骄傲、诽谤、恶业父母、忘恩背义、无圣洁、无亲情、残忍、中伤、怀逆、强暴、怨恨好、奸诡、懒散罪、自高自大，爱享乐赢过疼上帝。有敬虔的外貌，却无敬虔的实质。试问，这敢毋是伫咱的生活中真事上看见的？对这个来看，世界末日是保罗时代的处境，也是今仔日世界的处境。末日的危险苦难是啥物呢？保罗讲，迄个危险就是人有敬虔的外貌，却无敬虔的实质。这人就是无法度分辨真理甲白贼、圣洁甲罪恶的假教师。因不但家己无愿意分辨是非，也教示人毋免甲罪恶变做邪恶，甚至对人讲，迄只不过是无共款的想法，也是做法尔定。现代的社会也充满即种的危险，
比如讲，某一寡人会强调爱接纳甲包容多元的价值观，莫涉及价值判断的言论。因要指责教会，其圣经将某一寡行为看作是罪恶，是伤守旧的思想。实际上，咱若详细观察，会发现伫若是讲究专业的社会，若是重视会当判断好歹、纠正错误的人才。比如，人去病院做身体检查，是要请医生帮忙判断身体的状况，以利进一步治疗。搁亲像有车的人甲车开到保养厂，是要请师傅保养车，搁判断车况。试想，若医生对求诊者的检查报告无做任何判断，还是甲动静当作普通小病处理，敢毋是变成危害人性命的赤脚仙仔？若汽车师傅对受检的问题，拢有看当作是无看见，这敢毋是会危及车主驶车的安全？当人活伫罪恶中却无自觉，教会牧者毋提醒严劝诫，这就是末日的危险。保罗列举前面的18个罪恶，会当帮助咱判断家己是毋是陷入这个罪恶中。咱通伫基督中一一反省，家己是毋是有犯这个罪，会当发现罪恶是上帝予人的智慧。认罪悔改是人远离罪恶的开端。默想，人若无圣洁，无人会通看见主。只有认罪才有机会悔改。人若无圣洁，无人通看见主。只有认罪才有机会悔改。咱来祈祷，天父上帝，伫这末后的日，求你光照我，搁想思你的话语，亲像镜，互我会当照见家己的错误。求你互我远离你所无欢喜的歹，因带我归向你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